新傳媒劇別特958城市頻道，現在係由登明報告新聞。星展銀行宣布將注入1000萬元協助國人應對成本上漲嘅壓力，亦係國內危機部長委員會成員嘅交通部代部長蕭振祥出席社區活動嘅時候話，消費者8月起使用星展銀行或者儲蓄銀行卡，在指定超市購買必需品嘅時候，將能夠獲得3蚊現金回贈。9月起，每星期六在小販中心同鄰里商店使用電子錢包 PayLah 付款嘅顧客，亦能夠享有3蚊嘅現金回贈。實利達實龍崗第一個活躍樂齡中心正式啟用，主打將中藥傳統養生理念融入現代活動設計，鼓勵長者在社區中保持活躍、持續學習，亦為社區內其他年長者提供幫助，為晚年生活增添樂趣。由嘉湖基金設立嘅活躍樂齡中心，坐落在後港91街第912座。蒙福小學將從男校轉型為男女校，並且在2028年1月迎來第一批小一女生。蒙福小學同中學琴日歡慶創校110週年，校方在慶祝活動上宣布呢個消息嘅時候話，現有嘅蒙福小學學生嘅妹妹將有資格在第一階段報名。而蒙福小學校友嘅女兒則可以在2A 階段報名，錄取情況將視報名需求及學額而定。來臨嘅6月學校假期，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將主辦第一屆以華語主導嘅兒童文化節童趣樂園。呢個專為12歲以下兒童設計嘅文化節，將通過故事分享、戲劇演出同音樂工作坊等形式，俾細路哥以輕鬆有趣嘅方式接觸本地華族文化，同時學習華語。武吉班讓信佳龍發生致命車禍，一個69歲男子被垃圾車撞倒，送院之後不治。警方話呢起琴日朝早發生嘅事故涉及一趟卡車同一個行人。39歲嘅卡車司機因為疏忽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而被捕。美國總統特朗普取消特使威特科夫同女婿庫什納前往巴基斯坦嘅行程，並只收到伊朗提出嘅新方案。特朗普指出，美方掌握住所有籌碼，而伊朗冇籌碼。伊朗如果想談判，可以直接打電話俾美國。另一方面，伊朗總統佩澤希齊今日在同巴基斯坦總理謝里夫通電話嘅時候，表示伊朗唔會在威脅或者封鎖下進行談判。新聞報告完啦。新傳媒 Capital 958資訊第一台。